頭先來看中華復興鄉一間做家具的這工廠的倉庫，昨暗時來火燒，因為內底有真濟用茶所做的家具，所以這火是燒甲真猛。消防局是出動23台水靈車，也有無人機等等趕緊去救災，用10點鐘的時間才總算把這個火拍花。有2個移工已經送病院治療，也那導火原因猶閣需要調查。消防人員有水線趕緊的拍火，用空翕去看3層樓高的工廠已經規間燒起來。中華復興鄉一間家具行的倉庫，禮拜3暗時着火，消防局接到通報，出動23台消防車、3台救護車、2台救災機器人加1台無人機，攏總54位消防員參與搶救。那現場是一個家居倉庫，所以有很大的一個火災量。那火災於16號的凌晨1時41分的時候控制，那在凌晨5時39分的時候撲滅，那現場持續的在做這個倉庫的處理。着火的家具行倉庫是大鐵檔，加上內底攏是茶做的家具，火隨着燒甲真猛。有2位工廠員工咧鬥拍火的時陣，無細離口，火粉砸到，送病院治療。環保局嘛針對風尾的復興鄉、鹿港鎮加河邊鎮發布空氣污染警報。現場是為那個南西風啊，所以說它對於所在位置的福興，然後鹿港跟和美等下風處會有造成影響。我們有在那個我們本局的網站跟臉書來提醒民眾，特別是那個呼吸敏感族群啊，就是可以避免外出，然後緊閉門窗，佩戴口罩。消防局指出，家具倉庫火燒的面積大約是900平方公尺，初步研判導火所在是地樓，但是詳細損失狀況加導火原因，火調人員也閣咧調查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